少爷，别打了。 认输吧，倒下！傻呀！少爷哥哥，倒下！少爷，快倒下！真的把紫云翼装到身上啊！
输了。萧炎，你凭2个怪翅膀跟我打，胜之不武。有本事，我们凭双手打呀！岩帮手，岩帮必胜！岩帮必胜！他一定是在拿命修炼。此行艰险，你千万要量力而行，绝对不能有生命危险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好啦，要相信萧炎哥哥。我既然去，就一定有自保的方法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安全的出来的。一会儿到了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好，走吧。这个是紫云翼，真的啊？不过翅膀受损严重，大概是飞不起来了。啊，唉，那真是可惜了。啊，果然还是没法用了。未必，这骨骼温度尚存，而且还有灵力。我猜生前是一只吞噬过异火的魔兽。如果你想用它，就要受大罪。受什么罪？我呢，想办法把它种到你身体里，再用你的鲜血来滋养它，等它吸呀吸呀吸呀吸，吸饱了之后，有一天叭的长出来。简单来说，就跟种花一样。行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种吧。好，我把它焚化了，慢慢给你种。现在呢，先传你焚诀。焚诀千年流传，是我们星陨阁从不示人的宝物。常人呢，只能吞噬一种异火，但有焚诀辅助，你就可以吸收各种异火。异火越多，焚诀需要的等级就越高。你也知道，吸收异火要承受巨大的痛苦，而修炼焚诀，你更要承受好几倍这种痛苦。它会把你细胞里的所有杂质燃烧殆尽，你会感觉到经脉爆裂，皮开肉绽，这种痛楚会遍布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这还只是开端，怎么样？还有勇气练吗？还有什么过不去的，赶紧交代。有一天我出去了，我给你办。大佬，我还是担心一件事，我要是吞了古灵冷火，会不会有人发现你？你说韩风吧？放心，就算他找到我，也不会放过你。反而你有古灵冷火，他会更加忌惮。大幕拉开，
各唱各的戏，无需担心。练吧。好一个大幕拉开，各唱各的戏。药老，请传授我吧。你认得我吗？我认得你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？我在梦里啊。明天我和娘去钓鱼，娘还答应我教我唱歌呢。这么好啊，那你可要乖乖的听娘的话，知道了吗？为什么人长大了都那么讨厌，总是叫我听话？你要好好的陪着娘，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分钟，不要让她生气，要天天逗她开心。如果有一天她要出远门，你一定要拽住她，一步也不要让她离开。我才不呢！你知道我喜欢干什么吗？我最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自由自在的，没人管，最好爹娘都不在。我想上树就上树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太傻，你才傻呢！你告诉我，我长大了会发生什么？我有没有和纳兰嫣然结婚？我最喜欢的人是谁？我是几岁离开家的？几岁考上江南学院？还有，爹娘有没有经常来看我，带很多好吃的？哎，对了，我有没有交上很多好朋友啊？你以后会知道的。长大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你骗我！只有长大了才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算了，我不听你的。娘叫我起床了，我要醒了。哎，你要怎么出去啊？梦醒了就出去了。有时候我会很害怕。为什么？我害怕我赢不了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你很想赢吗？因为不可以输，所以必须得赢。你记住，不管你变得有多强，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你更强的力量存在。我们不过是肉体凡胎，几十年就会化为腐朽。你能胜过一块石头吗？你连一撮灰尘都战胜不了。那我们这么努力修炼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你唯一要做的是战胜你自己，战胜你的嫉妒心，你的好奇心，直面你的痛苦，放下你的执着。这人生啊，就是一场虚幻的游戏，不过你要认真的经历它，充满希望，充满耐心。如果花不开，就等着它开。人生只不过是一场幻影的游戏，只要心中有门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
醒了。你在焚天炼气塔用斗气和烈焰抗洪，体力透支晕倒了，是萧薰儿发现你，把你送到这里来的。躺着别动。这些花草都有治愈的功效。是。我不知道你练的什么功法，你身上的经脉已经断了10之7、8，居然还活着，这已然是个奇迹。不过，我担心你入了歧途。有一句话我要送给你。长老，您说。火是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东西，灰烬并不代表消亡，而是新生命的开始。拿着这个树枝，什么时候它在你心中开满了花，你的功法也就算是练成了。这个是藤山长老给我的。他懂我的意思。我不懂。他的意思是告诉你，火焰的力量是生生不息，给予温暖，光明照耀。这个就是生的力量，而不是毁灭的力量。这个就是正邪之间的分界。焚诀藏，异火荒；焚诀现，天下战；焚诀废，斗者伤；焚诀出，邪道诛。焚诀藏，异火荒；焚诀现，天下战；焚诀废，斗者伤；焚诀出，邪道诛。修炼异火，会让你全身经脉重新熔炼，以达到
可以容纳一伙的水平。这个过程会异常痛苦，犹如凤凰自焚、涅槃重生。但只要能熬过去，你将会脱胎换骨。妖老，妖老，妖老，妖老。妖老，你从烈火中走来，说明你身体已经被净化过了。现在跪下吧，我传你古灵冷火。是。不要抗拒，把它当做你的鲜血，吸收到你的经脉里去。老了是吗？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正的我，一个活了100年的人。100年，那很久了。能死去的人才是最幸福的，因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，而我却要带着100年的回忆活下去。这种滋味，没人能懂。对了，我找到了可以把翅膀种在你身体里的方法。当年斗帝在创造焚诀的时候，在生和死之间开拓了一个空间，他让流离失所的人可以有一个地方寄居。你必须要从这里出去，古灵冷火和焚诀才能真正属于你。从这里出去？这件事我帮不了你。你如果从这里出不去的话，就会跟我一样永远困在这里。我已经把古灵冷火传给你了，接下来的日子我会沉睡一阵子，希望醒过来的时候，你已经不在这儿了。药老，哭什么？你又在焚天炼气塔晕过去了，我以为你死了。
我怎么会死呢？你是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，哪里像个活人啊？我只是有点冷。你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。好冷啊！你别睡啊！你别睡，小燕哥哥，别睡。要冷，要冷，要冷！50快到了，怎么办？现在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吧。走吧，走啦！雪儿，小燕哥哥，50快到了。走吧。呦！哎，这是谁呀？今天不比了，行不行？哎，我说小勋啊，这可是萧炎先下的战术啊，我们都等着看呢。你说不比就不比了？那就改一天。今天萧炎生病了，若是白山赢了，也是胜之不武。你倒是有情有义啊，可是话已经放出去了，我不能先收回，不然别人以为白帮打退堂鼓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你们明知道萧炎要赶上你的实力要2年的时间，你这是以大欺小。那你让萧炎把战书收回吧。好，白山，那我也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今天萧炎有什么闪失，我们斗气场上见。我萧薰儿敢说这样的话，就有这样的实力。哟，他谁呀？有点意思啊，愿接战术。我们走。不打了，行不行？高高便走开一边。没事的，雪儿，他伤不了我，放心吧。骗我！
萧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要不今天取消吧，等病好了再说。不用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古怪？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，是不是练功练伤了？来，我没事的。你们都知道了，倒地不起者为输。倒地之后，不可恶意伤人，废人斗气。白山，规矩你都知道了，要是破坏了这规矩，就别怪我出手。好啊。有些事儿，它就是你自己的，跟全世界都没有关系。你就不能再等等吗？我也想等，可这个世界不会等我呀。逼死我娘的那些人不会，逼得我爹自废斗气的那些人也不会，那些千方百计想要设计我的人更不会。血宗、魂殿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那些坏人，他们都不会等我。我没有时间了。如果仅仅是因为一个白山我就停下脚步，我将来还怎么保护你们？也许坏人能变好，在我的世界里。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，坏人只会越变越坏，而消灭他们的唯一办法，就是比他们变得更强，让他们彻底消失。各位安静一下啊！今天开会。哎呀，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我们的萧帮主挑战白山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勇气可嘉呀。是嚣张过头了吧？好了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大家都担心，万一萧帮主输了怎么办？以后有人来欺负我们，抢我们的摊位，我们连一个出头露面的人都没有。萧炎是我们一帮之主，也该听听帮众的意见。现在举手表个态，支持萧帮主去打白山的，我看看都有谁。不支持萧帮主去打白山的，举手。我叫萧炎，乌坦城萧家之子。9岁的时候，我宣布，本次少年斗气大会的冠军，萧炎。我练成了9段斗之气，是大陆上最强的天才少年。也是那一年，
北方传来了黑暗复苏的消息，我娘参加了5大家族远赴魂殿的北征。娘不能不走，这是娘的责任。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。娘，没有人知道那次北征发生了什么。我娘重伤回来。药师尊他。以后无论什么情况，都要好好保护这个娜姐。娘，那你不要离开我了。不走了，一天都不走。娘要看着你长大，娘一天都不会离开你。宝藏在哪里？你说出来，我要你自己了断。既然说我背叛了五族同盟，做了魂灭生他的奴才，那宝藏怎么会在我手里呢？萧炎，萧炎，我逃回萧家，只是想看看我儿子。你们要宝藏，找魂灭生要去。云宗主，魂灭生让我给你们五族带来一句话。黑暗将至，你也怕了？其他家族的人追来，说他是叛徒，说他杀害了药师尊，吞噬了门派的宝藏，逼他自杀。娘！夫人即使如此，也不能洗清萧家的污名。你们是连体手来逼我啊！认为宝藏一定在我这儿。你已经把萧家拖到万劫不复的境地，难道还要私藏宝藏不成吗？那我就给你们个说法。父亲自废斗气，萧家从此没落。我有时候觉得娘说的不对，那恐惧在我心里住了7年。我想努力做一个强者，我想知道我娘死去的真相。可那真相是，7年以来，不管多努力，我的斗志气一直在退步。萧炎上场。我叫萧炎，是这个大陆上最后一个废柴。算了吧，萧炎，萧薰儿上场。
我现在还有资格让你这么叫吗？小云哥哥，你曾经对薰儿说过，要能放下，才能拿起，提放自如，便是自在人。我们回去吧。萧炎哥哥，喝水。瞧瞧嘿，废物倒是挺努力呀。别听他们的，萧炎哥哥，你现在这么努力修炼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流的斗者。可惜再怎么努力，也是废物。哟，说你的废物，不服啊？是不是不服啊？干嘛？问你是不是不服？小废物还敢动手！斗之气稀薄的像个小孩一样，还有女的护着你。哪儿啊？什么意思？哪儿啊？追啊！追！快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老爷，纸箱白片5钱。啊，好。又打架了？得了，爹，你传我怒石狂罡功法，我要打败他们。你不是那块料，我可以没日没夜的练，我比他们都要努力。就算我退步，我也不会像你一样，自己废了斗气，躲在这里看账本。尺子。管好你的嘴，自己打。跟我来。走走走。萧炎哥哥，谢谢。少爷，少爷，老爷让你回去一趟。哦，好。爹，你来了。这位是萧家药铺的掌柜万先生。哦。
爹，您找我什么事儿？以后斗之气就不要练了，跟着万先生到药铺去当学徒啊，拜他为师，打理药铺的生意好了。爹，我要当斗者，过段时间我们就要考迦南学院了。如果考不进学院的话，以后是没办法当一个好斗者的。你不是这块材料。我是。我是。今年斗之气大会，你第几名啊？斗之气几段？爹，我一定会练成的。你别让我去当伙计，我比任何人都要努力。我做梦我都在练功。万先生，您请上座。啊，您请上座。来，请坐。来，现在你在这儿，奉茶，跪下，给万先生行大礼，任他为师以后打理药铺的生意。爹，我不当伙计，我要当斗者。我今年练不成，我就练10年；我10年练不成，我就练20年；20年练不成，我就是练到死，我也要当斗者。爹，我求您了，你别让我当伙计，你别让我去当一个伙计啊！孩子，你这样的资质，做了斗者死得更快。如果你出了什么问题，我没办法向你娘交代。认命吧，来，拜师。不，我不。好，你金贵，那我要替你。老组长，你坐下。按规矩，我儿子缺乏管教，让先生见笑了。请饮下这杯茶。老爷，带他回去，斗技馆不许他去。后院呢，是囤药材的地方。那边存着的呢，都是药酒坛子。哎，记住了啊，这个特别贵，你可别摔碎了。来，现在先把这个巨灵草炸了。哎，你别抓那么多呀！把药草压实了，再下刀，切碎点儿。哎，我听说你练过，我平时啊也喜欢打几下。前一阵我在斗技馆墙头上偷学了几招，我打下给你看啊。太没出息了，跑到药铺来当伙计，就你这样的，练到80也没用啊！哎，你慢点儿，这都弄坏了，师傅又该乱打人了。你把炸好的巨灵草送到斗技馆去。哪个斗技馆？当然是萧家的斗技馆了，组长吩咐过了，
说他们要考江南学院，然后每天需要补充气血，啊。女神，小兔崽子，跟你可真像。你是谁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是你师爷爷。师爷爷早在7年前就已经死了。你是鬼吧？你刚刚说谁是鬼啊？你不是鬼，你不是鬼，是什么？师爷爷，师爷爷。师爷爷，你真的是我师爷爷？嗯。可是，你不是7年前就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还出现在这里？7年前我把自己封印在这里，所以对你们这些外面的人来说，我确实是死了。外面？那这里是哪里啊？你手戴的纳戒里。我们在我的纳戒里。跟我来吧。外面的人呐，怎么想也想不到，他们这么多年一直想要的星陨阁宝藏，一直都在一个傻小子的手里。我啊，要是再不佩服自己的神机妙算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星陨阁的宝藏在这里面吗？是啊。当年你娘拼死把我救回来，我怕这些传承1000年的宝藏落入坏人手里，所以就叫你娘全部搬进来，跟我一起封印在这里。不过这些年，我2个徒弟，一个投靠魂殿，一个自杀身亡。我呢，孤零零的躲在这个戒指里。哎，不过还好有你，要不是靠稀释你小子的斗之气啊，说不定我早就魂飞魄散了。你稀释我的斗之气？是啊，我天天练，天天退步的斗之气，是你吸的？嗯。你每天都吸吗？你是不是刚刚还？你知不知道，我这些年因为斗之气全失，我受尽了侮辱啊！都是因为你。还有，我娘为了救你，还有什么星陨阁的宝藏，被那群人白白逼死，白白逼死！你知不知道？你竟然躲在这大街里，你不出去？出不去嘛。再说我现在斗气没恢复，出去也打不过他们呀。你害我娘！我打死你这个老家伙！熊孩子，怎么对师爷爷没大没小，动手动脚的？你这么厉害，你敢跟我出去吗？出去？去哪儿？去报仇，云山。
阎罗天，所有逼死我娘的人，不去，我才刚恢复呢。是爷爷，刚才不是叫我老家伙吗？你可别跪啊！我一看见人下跪，我就紧张。这样吧，你也别着急，让我先休息休息，恢复元气。哎，既然来了，就好好干啊！做不成斗者，那卖药也不差啊。别说炼药师了啊，就算药行商人啊，跟药铺掌柜的啊，也是高人一等的啊。人上人，这受人尊重有什么不好？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你琢磨琢磨。你小子还真不够意思，自己跑出去溜号，还害得我挨顿呢。哼，行了，这活啊你干吧。唉。酒呢？酒怎么没了？谁喝？哎，酒呢？哎，起床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酒上哪儿去了？说呀！你小子啊，胆子够大的呀！啊，说酒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。嘴硬，给我打！酒哪儿去了？酒哪儿去了？我不告诉你。我跟你说，你爹嘱咐我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入了门拜了师，就是这儿的伙计，我就得管教你。今天我非把你这大少爷脾气给打掉不可。按住了！哼，小子，你呀有种别喊疼！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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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嘿！师爷爷，酒量不错。
薛爷，您给提提呗。裤子掉了自己贴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这套拳呢，是我娘教我的，而我娘是您教出来的，所以这套拳我要是打错了，那就直接是您的责任。而且再说了，您是何等人物啊，是不会白白的喝我的酒的，对吧？哎，你这道拳不错，上茅厕呢用来赶苍蝇啊，那很合适。可惜，如果斗之气的基础再好一点，这道拳打出来，效果不一样。是，我娘也说过，斗气大陆要以气御拳。只是啊，我这7年来练的所有斗之气，全让您给吃干净了，我一点都不剩。我的基础怎么好？再加上您老人家修养了这么多年，吸了这么多斗之气，依然还是不行，只是拿嘴说说。这我能理解。看好了，小子！恭喜小组长啊！恭喜大喜呀！这边请，这边。恭喜小组，恭喜！来，这边请。哎，这边坐，这边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萧炎，你就以茶代酒，敬纳兰爷一杯。以后做了孙女婿，更要孝敬。是。爷爷，这杯酒我敬您。爷爷，这杯酒我敬您。爷爷，这杯酒我敬您。萧炎，等爷爷把话说完，再喝这杯酒也不迟嘛。纳兰家没落了。纳兰族长，您不用说这样的话。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只要我们两家能够团结一心。萧老弟，纳兰家没落了。今年我79，老了。嫣然的父辈没有成事的人才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孙女，她还算有成才的资质。7年前远征魂殿，